noi tirai olari hai tirai olari pai tara itam marina tara i sapat然后也来过五鹤，哎，呀，也就是这样，为了什么？masa inte lah Marina tadi satu fu， 然后我的阿公就是比较他的爸爸比较先到我的阿祖了啦，先到哈拉湾啥呀？为Marina tadi哈拉湾夫，我的阿祖是的，Marina Kutila ku来弄doa是这样子的。哎，就是这样哎。哎，我下一次的时候就带录音机来了，好好的录起来，比较好了，放给大家听，比较清楚。就不会讲话啊。烦了。啊，是这样子，阿爹来的，我拿。还有没有？都有了嘛？哦，都有了。那个，因为亚语的其实每一个人所讲的，他不会骗自己嘛。对。他不可能说随便说去拜别人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嘛。尤其是我们的阿密斯的人，也更不可能是说，他讲说我是怎么样，我们就会相信他嘛。不可能，所以更何况我们都已经20岁以上了，马拉阿公跟马拉妈，我们不会骗我们自己。所以你们所讲的每一句话，我们都有录影，直接录影。然后你讲的那一些话，你讲的从哪里搬的，从哪里过来的，我们都会慢慢的给它动，给它动起来。所以我们对你们所讲的，我们很希望就是说你自己讲你的历史。你的过程，你的家族，你介绍嘛，搞不好我们就在LINE里边，在电脑的网络上就会有你的讲话的那个，你就是那个人啊，所以你不可能骗你自己。所以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你一定会着急，会紧张，会担心起马嘎过，所以你会。找你的亲朋好友，呀，找来嘎嘎，按照起来，麻烦哎呀啦都啥过哈啦等于说，所以你会打电话或是会去询问，那个是很可贵的，那是很可贵的，因为你在担心，因为你不知道你是谁，所以二方面的话，你打电话给对方的说，我这个亲戚还认识我呢，他们大部分都是有那个反应，好久没有看到你谁又不电话你了，或是你啥你家里在对你安，其实我们担心的我是谁，我不知道，所以我要问然后对方的感觉是说，你这种爱的我呢，我呢我跟哪里他会很更愿意告诉你啦，那你们之间的那种感情会更好。所以下一次马拉瓦烧你要在多方多mana ada makan比较好谈话，他不会说能娘，那个状况就更不好。所以我们的这个座谈会呢，每个礼拜是礼拜一啦6点，然后呢，我会尽量把你们的电话弄在一个群组里边，我会发布说我们几点那个今天只有一个打电话给我，那个林毅，他打电话，我要来，好，那我就准备。其实我准备的只有一个便当是他的，对，其他的人都没有打电话自己来的所以有的还没有知道便当，很抱歉，下一次记得礼拜一的时候从中午早上的时候你想到你就说我想到那个张老师打个电话给我，我们就好处理了。这个还有你的啥个这个很重要。而且我们的菜园在这边也8菜1汤，非常加，慢慢前
煮在一起一个大锅汤哦，大家喝哇，那白亚人的他洗肉哦，那个洗肉汤这样。然后我们在网络上现在一直在传的那个八菜一汤那个有没有？喊的说那个模糊一样，我们八菜一汤啊，哎，我拿安尼什么？结果在网络上开始发酵了。哎，阿美族有一种菜叫八菜一汤，他们以为是一盘一盘有8盘啊，然后一个汤啊，他没想到我们的八菜一汤8种菜啊，全部煮成一锅汤啊，那就八菜。他们问我说是什么？哦，养生菜，不叫野菜。哦，哎，那个是养生菜，那个没有用肥料，没有化学什么什么啊，那个啊，真的哦，我们什么时候去你们学校那边？喝好你来呀，我煮给你。哦，那个是很好的一个啊，而且这个八菜一汤大家，而且我们这种年龄都比较喜欢喝汤啊，吃便当吃什么都比较散落成这样嘛，等于对不对？我们就在考虑这些啊等等，我很希望就是让大家知道说，下一次你要来的时候。不要忘记多带一个人，哎，就介绍他，我带你去嘛，没有关系。然后让他知道，我们的目的就是让他知道他是谁。我们这都好心啊，起码给说难拽给说妈的都不知道，他不是很可怜，哎呀，所以我们很希望就是说，哎，怎么找是他自己讲啊，不是我们告诉你说你姓闽南，你姓什么姓张。不是我们讲，就像各位刚才的表现，就是说你是谁嘛？你知道啊？我相信你知道你是谁的时候，比谁都快乐，好不好？终于找到自己的名字，啊，更何况以后我们那个身份证，咱们没深度啥，我们怎么配那个字？你找到你是谁的时候，那个名字自然就会出现了。我大概就讲到。买地加固油。哎呦，那直接把它改的，大家都在听讲呢。好，你还要那个？增加这些，可能还有很多了。哦，我为什么知道张老师、张主任的吧？啊，荣盛。我不当。啊，不孝。啊，弄麻烦那开过多尼安，你张老师在几年前在那边文化会馆那时候报告。我伊拉我阿少喏嘛，我伊拉我阿少，反正站到台上来的，他都会先讲自己什么阿少，所以我那时候记忆很深，我就会记起来。好，还好，刚才头目有讲到我老，哦还好，我们按给了巴嘎达比拉爱，没有无一无亲的，无亲无依无亲的人，这个叫做巴嘎达比拉埃。比如说，我的娘罗伊格拉伊，我先介绍一下，是林明德家个，外公老帮在汉安是 Kenji， Kenji 讲啊，建二 Kenji， 我以鸟鸟村过娘罗那么个，伊安卓。
好，比如说来伊沙瓦里，马布拉我带来伊安卓，外国比比埃兰。无依无亲啊，那个大族林明德的那个拉隆安很大，然后米迪尔，米迪尔，多尼安，我把其他我那马多阿塞罗尼亚，所以这个一定要列进去。另外，这个巴里绕是恒春的，恒春有恒称的，你那个那个，我拿烧还拿来，这是张老师的。哎，还没有，我先介绍一下，恒春是诺伊拉古拉安邦扎伊迪拉。我先讲哈，比如嘛，欺负那个慈善到鹿野，这些阿美族的人欺负300年，mi puting sangku kapahno bangsa hawe maavasno biuma， 所以他知道，好，我这一次已经那个labosno konga san misimot to puting， 哇，爱多多慢多好，mi ala to puting panokai， mahanay kira kapahno bangsa hai在都卡上上山来，好。讲到这里我弄得很大，这个台东跟花莲各部落，外国人一定要以上的只有台东跟花莲的部落的名字每一个都有，我都弄得很大好，如果需要的话好了，还能够。不厉害了，去张老师啊，请他影印，不过1张是50块呢。我到外面，我印了很多张了，给他动啊，给他爱。给我印不用钱了。这一本回首看被遗忘的历史，我从1983年开始编的，应该是有30年左右。编什么呢？反正你是绑架伊瓦丹，如果外国人白让爱对阿美族原住民有帮助的，我通通列在里面。比如说一个好了，王永庆，我为什么讲王永庆的事情？大房、2房、3房、4房、5房。反正按那个18，第5房是原住民，我不写，我知道就好。然后我都写。当时我还在议会呢，我跟刘邦友县长县长，拜托你一下，帮忙我们原住民。我们5年，我跟那个林成龙，5年才考上一个省立高中的学生，喊娘妈妈说，我没有想到他找王永庆，找张校长，女的校长，长庚副专，还有明治工专林荣泰校长，我你给你们那个，所以长庚副专每一年就有300名，10年，我比独立招生比长庚副专，这就是王永庆给予我们原住民你那个萨里嘎嘎娃娃萨里嘎嘎那我就不知道了。你这个以明治工专李大哥，我们要开学了，来一下，再来一下，走那个省2路，再来明治工专。站起来，上大姑娘都没人看。各位同学，他那边只招50名，长庚副专就每一年招300名。你们同学没有这个人，你们没有全免费的，他们想着以后不要这样介绍很多阿公，一个努的安，不要再这样介绍，每一年都会叫，每一年都有新生嘛都会介绍，还能那个安尼修改，做了
新生，啊，这是一件事情。还好，把说都大概你爱应少。哦，那少很难不止44、45、46、47、48，可能还有很难过。我就讲这一本我写的隔了10年，人家会推翻。哦，我敢讲，人家会推翻。哦，再过10年，搞不好又会恢复复古很浓到表面，可能会这样。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刚刚今晚那点其实呢，是加多个kebanaan no bago no ayaw Jimil加多哦，其实呢好，他讲的前面没有错了。Ubabahian ko ikirai iroma哦。米卡拉或过百那样，大部分的99.9%，我米卡拉外过百那样，哦，带你一点你吧百安，女孩子的权利非常大，但是她没有参与的权利，哦，她也没有权利参加外面的事务。她多呢，我巴不达好呀，多呢百那样，我呢百那样大家的好为，第一个是组织年龄阶级，哦，第二个是以阿拉万罕娘南屋，知道南屋吗？知道。阿拉万，Speak很多罗马，哦，Speak很多罗马，我一定会讲，机会所很多安利恋爱，哦，这个为中心我摆那样，哦，一个是年龄阶级跟那个一定个中心我摆那样，哦，这是有关前面的事情。罗马不好为哦把其他很难来，我们给他把其他，不说罗马都不晒，那不能，来了一定古代。是从封兵来，亚达多塞、起斯拉、阿多去拿高、三国登记了过，其实很多种的说法哦不一样，应该可以分4个，我不讲哈。伊迪拉三，是伊迪拉好为米萨达罗安、三国拉马多阿塞、三个拉少，外国2列迪拉，我大陆我巴达洪。ya ilaro mai atam lau nana hanya ya mahara ko chila ira ko ya 从那个2列不是很密嘛在大陆这个不是很密嘛哦，所以mahara给它chila san 把chila 喊大上，不是把chila烂哈，把chila好。好。后面没有哈，这个没有，哦，巴奇拉、罕古兰、闪给了，所以那个时候就记得巴奇拉。但是国语讲的话哦，日光、日神，我翻译呢前面用朝阳，我都是用这个朝阳来翻，巴奇拉就是用朝阳，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古代的人。曼山，以水莲、寿丰、丁子肉为这个就职，散不说那么多阿塞格，所以人与人之间的战争，或者是人口增加，甚至于赛德克，赛德克的侵入，不能的下山侵幽了我们阿美族。散不说最难以把塞克都一点来都搞定了，所以就分布到哪里呢？后来玉里、瑞穗、长滨、关山、马兰、丰滨，这个是
四族里面，巴基拉是最大的族，马雕我阿美族是所有的族里面最大一样，好，跟这个一样，喊那个巴伊尼，对，然后呢，这个大部分都是那一边来以阿拉巴奈，我不晓得阿拉巴奈在哪里了，哦，阿拉巴奈，其他阿拉巴奈在日本香兰那边的。日本香兰。哦，还大致哦，甚至于绿岛那边，这个说法也不一定哦，没有统一的，所以根据我家里的人就是说漂流到这个奇兰阿山，然后到晋湖，应该是比纳诺嘎那个地方，萨奈过苏尔给了哈维，像我刚刚讲了，米萨尔列长了哈维。Misa Vadahong hawe maaraw ko sila o pa sila kita sanay kusuan la mato asai san hadira 简单的如果说是要讲的话可能很长了，不要讲太多了因为有的已经下课了米拉六多米拉例外，所以我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些。好，谢谢。还有下一回合啊。下一次了，再来。下一次的礼拜一。医院。我了。医院。没有，他当过那时候我知道，所以他一定有理性。一定那是不理性的啦。我了，原来说人不理性。理性咯，不知道。这个好像有记录一点点的马黑地卡因为他要写论文，写那个。所以有没有？我等了。Orang naangan nila raw tora ya sangko nila katataan mo na sangko hati pitch 真的，我们很感谢议员，然后因为他究竟是他记录很多，今年这谁到那个两个人3天3夜找个人那那说了，你看我不记得，但是我这也都不搞，明知道什么，那都。Itilah ini, saan gagawa ini how? Ito, wala yung sumapatay ko lang. Ito. Dito. 不管怎么样，有起头总是有好的开始在我跟他那么久了，真的伊拉我今年学得好，以后遇到我比什么才哎呦，地公长不好，你说，我记得你说。